大家好，我係追稅助理 Candy。11月追稅累計獲利66,535，呢家就講下呢幾次期權交易同獲利方法。港交所就係最近新出了週期權，可以用最短方法將獲利放大。2025年11月27日，只賺728中國電信期權確，獲利6000，本金9000。2025年11月24日，只賺3323中國建材期權 put， 獲利3000，本金6000。2025年11月21日，只賺3690美團週期權 put， 獲利3765，本金8235。2025年11月10日，只賺2318中國平安週期權確，獲利14400，本金18000。2025年11月5日，只賺快手1024期權 put， 獲利26250，本金16250。2025年11月4日，只賺紫金礦業2899期權 put， 獲利8380，本金19040。2025年11月3日，只賺小米期權 call， 獲利4740，本金14600。2025年11月3日，小米期權 call，係橙圈買入，第二天反彈止賺，獲利4740，本金14600。2025年11月4日，只賺紫金礦業2899期權 put， 係紅圈買入，第二天下跌止賺，獲利8380，本金19040。2025年11月5日，只賺快手1024期權 put， 係紅圈買入，第二天下跌止賺，獲利26250，本金16250。2025年11月10日，只賺2318中國平安週期權確，係橙圈買入，第三天連升止賺，獲利14400，本金18000。2025年11月21日，只賺3690美團週期權 put， 係紅圈買入，第三天下跌止賺，獲利3765，本金8235。2025年11月24日，只賺3323中國建材期權 put， 係紅圈買入，第二天下跌止賺，獲利3000，本金6000。2025年11月27日，只賺728中國電信期權確，係橙圈買入，第二天上升止賺，獲利6000，本金9000。11月累計獲利66,535。今次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，記得訂閱同俾個讚啦。